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今日我哋先去台湾面对茶上一则素材来认识恒春半岛嘅历史发展。恒春半岛最有名嘅路系观光胜地垦丁，不过一般人家唔知，恒春半岛清早嘅开发其实唔系睇恒春，系对附近嘅茶上开始嘅。因为头班人爱晒起一只微缩落草，天草爱浸江水人嘅素材，故所孙论西从海有几多头摆行人留下来嘅历史脚迹。我哋路线对西从海嘅发展来看一集睇圈推时空由西从有 TV 嘅温泉乡。环田金温泉猛地冲快，同烧热的南台湾金温泉，水池方系规群的鱼，感觉同特别。同一年头天像春天的西从海，也代表温泉上早老北头温泉同样按有名，是台湾四大温泉其中一类。四重溪嘛，是我们早期日据时代就是所谓四大名汤之一，它属于弱碱的碳酸泉，对不对？所以富云感就讲，那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就退休嘛，那我们就不一定要每天讲要做乜嘅成绩啦，既然都已经退休了嘛，所以我就转了也为爸爸就是结束了台北的广告公司嘛，然后回来这边退休，然后回到妈妈的故乡，他们就想说在这边可以经营一个小民宿。那刚刚好就是适逢我就是念书念到一个段落，然后爸爸妈妈刚好也缺人手，然后就想说啊，你要不要下来帮忙啊？这边的厨子啊，我知道厨子这边的柜子，这边可以。罗斯塔系新竹关心人，西从海联训基地系其家乡子周边，每其认识台湾菜不良的素材。行年那年出名结婚，乡下到台北打拼事业，退休过后，佢就先转到不良的家乡。按台北当兵嘛，按台北当兵出地啊，为二重溪的联训基地那边当兵，那叫我们才18岁，佢14岁，4年，年纪差4岁啦。梦5岁就退休，罗斯塔有3个妹嘢，有小人讲佢常年喺到小妹宿舍，本但转到西从海，这样是倾向开一间小小民宿，本规划人做得乡下，快快乐乐生活。没想到9年下来，这样是小民宿也变做有名的温泉会馆。佢退休当欢喜，跟妹嘢无很多关系。本来是他是台北长大的小朋友，比如按当初的张汉人，对不对去哪边我退休生活嘛40岁的，刚好啦40岁的，当然去哪边都无所谓啊，还冇啦只要老婆孩子在身边，我们客家人就是这样嘛。我们全家人后来会走到温泉这个事业，就是因为我们全家人每年在过年这段时间，就是全省跑透透，露营啊，泡温泉呐。结果这些年下来后，其实还是觉得这个地方的温泉，它4大名泉的来由不是假的，就是真的这里的温泉泉质是最好。西从海泉水品质真嘅当好，这样是唔但将日本人好来，还将人看唔啲故事。同民国38年，政府才到台湾时节，这样是恒春半岛最有规模的饭店，喺度西从海。罗江总统来视察，此言没有写一片。不过，同同样抗乱时期，这样是唔喊做黑饭店，系抢空式的习惯。那个蒋介石总统他来到恒春半岛视察的时候，他只能往四重溪这边选择住的地方，因为恒春当时都还是一些很老旧那一些茅草屋啊，或者是那个土砖的。可是当时他来住的时候，跟现在我们的观念想法还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刚才说天高皇帝，皇帝怎么住？就像这样，因为他来到这一家旅馆，他不是住旅馆，他叫暂时接管。这一间这个很好，对啊，蒋中正来住那边，这个他住在那边了，他们阿兵哥煮饭都在这个地方，买锅造饭。这样是罗江总统肯定航管还蛮喜好，同西从海迄个3日2夜，一3年内饭店所有的人就不准入去。你们招待所那边呐，我们都在那边睡觉了，这样我们一个人不能在这里哦。
他很霸道了。以前呢，蒋中正啊，可是哦，就叫我爸爸上去了，他跟他讲日语嘛，我爸爸会，他们两个那边谈，结果他奖金500块，以前的时候500块就很多了呢。民国38年的500元，用亚钱来看，每做22万元，真紧系当多。80岁中风用系玻璃行业，5岁时节提定以后的饲牛叉，顺等西虫蟹归入的行业来，这样是喺西虫蟹温泉业刚进清好的时节。以前我们刚买这个房屋，那生意很好呢。我爸妈每天都做菜啦，客人很多。现在不好，以前我们买这个房屋是没有钱呢。我爸爸跟我妈妈，像我们先去同埔啦，我们姓张的哦，我爸爸一直要11万5千呢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像这样像不像一个眼球？然后旁边这个浓淡白，这样像不像一个眼白？一直喺逢年鸭卵，用喺西虫蟹温泉水同菜体风奶，也咩菜体行业从8年到近的3年，攀附喺家东年，一直做喺头上不用吹嘘。实际上哈，我们养鸭最早其实要牵扯到客家人的一个节俭的一个观念，因为我们以前生产稻谷，那稻谷会有一些比较次级的，就是稻谷没有完全成熟或者是不饱满的，那一些以前都是那个留在家里自己喂养鸭。除咗好温泉从菜体提升，西虫蟹喺圈台历史上，日本开始军国主义的蔬菜。日本同明治维新过后，提拔出兵海外体验做台湾，也做1874年发生的牡丹沙事件。派个总将带3500个官兵，对于俺那个茶厂杀了也一团，俺个登陆，个经过西虫蟹，经过同埔，个西虫蟹去到上门。就同一个俺的原住民啊，就啲结招的嘛。市容溪，它虽然慢，可是它相对它有它的故事，它有它的时空背景。其实深耕日本人的市场绝对够，因为日本在国民教科书里面就有介绍牡丹社事件，甚至他们介绍到日本那个四重溪温泉这个地方。店前西虫蟹有丰富的人文故事，係講曉得包裝行銷，同台灣温泉區有其自家特色。除咗進温泉，還做得以內去行啊，可能亦都有當有價值的歷史資產。